友们、同胞们，日本强盗侵占我们的国土，杀害我们的同胞，前方将士正热血奋战，靠在这后方，在这北都重庆，一般他官贵人却灯红酒乐，利用手中权力，腾击举起红台发下，大发国难财。趁日前方吃紧，后方紧缺。孔江西、宋子文这些国府高官，更是操纵银行，倒卖外汇，简直是民族的吸血鬼，国家的猪肉。他们的团无后国之贼，绝不在缓解之下。有人说，蒋委员长是明着英勇，我看他是假着英勇。要不，为什么不管他一灭亲呢？我知道。今天死罪布满了宪兵塔屋，要我出得进来，横着出去。告诉你们，我是写好了遗嘱来的，前方将士为抗日救国争流血牺牲，我后牺牲条老命。我马英初只要三寸气节，就要坚决救入官场的500好汉，拼死抗日救亡。宪兵党务们，有胆量的就朝我开枪！当到贪官污吏，传监督，滚出去！一枪一分，烈焰将团舞就会放曾经我山河破碎，国土人伤知多少父老同胞家破身亡，看前方，英雄将士热血抵抗，这后方官官无力，巧取好的中饱私囊。众百姓痛苦不堪难言讲，恨当街断卷无过上天良，生命里他不是马不落光，乃渡我血腥男儿罪一张。马院长，叶校长亲自光临，莫不是奉命问谁来了？马院长严重了，是蒋委员长把我找去，询问先生的起居，正要先生去官邸见面叙谈。蒋委员长要我面谈，哎呀，我可是深冤强盗啊！哎，笑话，黑那位知名的大学者怎么会是强盗呢？不，蒋委员长说的不错，兄弟是沈冤人，是沈冤强盗，不过不是逃着的逃，而是逃离的逃，逃得的逃啊！
马院长真幽默，蒋委员长真的是诚心请你去，要当面听你对专事经济的告诫。哦，我的告诫，兄弟主张征税专事财产税，政治团官府吏，无需劳苦大众。他后人听过一句，他是真想听我在这里演讲，他随时可以来听嘛。兄弟，烧杯了。马院长，你要不去，叫我怎么向蒋委员长交代？这个好办，你是重庆大院校长，把我这个商院院院长免掉，不就可以交代了吗？告辞。马院长。数十年，三夫君流离颠沛，为国家他心不顾，永守爱为，教世人怒斥权贵，刚出心情，不与难猜。面对危难，他从不后退，写文章做演讲，有因是为眼见的晚风起响西山，一开门攀登他，平原为阳。到这个时候，我爸怎么还不回家？是啊，这事就乱糟糟的。他4次演讲，痛斥当局。唉，有朝一日，总要是出他下来。妈，刚才门口有个陌生人，塞给我个子弹，要我交给爸。快打开看看。子弹，万院长，死掉！快念念。马英初，你这个人冤讲道，要在个谣言惑众诽谤大国，就叫你妻子花生米。不好，他们要对你大下的水料。英儿、慧儿，我们快去把你爸找回来。你们这是要到哪里去啊？英初，你这是怎么了？爸，你快！花生米。爸，好啊，
有花生米，正好接我下酒。哎呀，人家要你的命，你还有心思说笑啊？不是说笑话，我今天真的喝酒了，你们没有闻出来？你从来不喝酒，今天敬我色，敬我色。你到底到哪里去喝酒啦？今天我在重庆大院演讲完毕，正准备回家，被一位朋友带到了一个神秘的地方，见到了一位了不起的神物。你们猜猜他是谁？哎呀，你别卖关子了，快说吧。好，告诉你们，他就是中共要员周恩来。周恩来？是啊，他请我喝酒，能推辞吗？几碟家乡菜，一杯绍兴酒，我们边吃边谈。这杯酒真是我大彻大悟啊！大彻大悟，一杯酒，借我胸中带丝绸。对这公，我本是心里已久，今夜见郭才是文采风流，人气度与才华，无人出其右。共彩当光明磊落，胸怀天下有。一片彩灯把国酒，生命的结果装心头。这代神我爱夜中，寻年奔走，纵宽道自路明灯在前头。临别前，他赠我这瓶绍兴老酒，来，我们共品尝这其中滋味。快点，高兴的像个孩子。哎呀，我是为我们国家高兴，为中华民族高兴啊！来，举杯倒酒。哎，今天破例，我们全家共饮此杯。该先生，在迎接巴宴呢。你们是什么人？怎么常到我家来了？在下是宪兵团团长吴道，奉上峰之命来请马先生。哦，我要是不去呢？马先生是社会名流，可别难为我们这些当差的。我们是奉命行事。他犯了什么法？你们凭什么抓他？这世道还讲不讲理？这世道本来就无理可讲。
来，我们全家先把这杯酒灌了。带路。英初，总之，不要难过。我对家事的交代早就写好了，一直在堆里放着呢。今天就交给你了。英初啊！到最后，你们要听妈的话，好好念书，好好做人。爸，醉了。马院长，你们凭什么报马院长？哎，董阳明，评委，我们是奉上峰之命来请马先生去商谈公事。什么上单公司？我们不让你把马院长带罪。我们的真公务告诉你们，这是蒋委员长亲自下的命令，才敢拦阻，既按破坏专制治安罪论处。不能把马院长带罪。同学们，谢谢大家的厚爱。我马英初光明磊落，无所畏惧，请大家放心。来，闪开一条道，二位有请。马院长。这鬼天气，闷得叫人喘不过气来。马先生，进来吃饭吧。哦，今天进我家餐了。马先生，今天不是你了60大寿嘛？哦，这个你也知道。马先生尚未将平生经历的时候提起过，我们都记下了。今天我们兄弟几个悄悄地炒了几个家乡菜，那我买了一瓶酒，叫我去带来，就说请马先生做寿吧。还有陈元炒年糕、做面，嘿嘿嘿，好好好，来，坐下一起吃。马先生，自从就近的先生谁为国家翻箱奖励，尤其是共产党周恩来先生他们正在四方隐居，我估计先生不久就可恢复自由的。来，我敬先生一杯，祝先生寿比南山。谢谢，来，你我同饮。先生，今天这酒也是我向先生的自饮酒。哦，此话怎讲？这几个月来，聆听先生教诲，使我翻转醒悟，宁可为省院老家种地，也不在这里滚着丧尽天良的差事。我今夜去讨罪。好，有骨气，有骨气！
我马英初向你这位小老乡致敬了。哎呀，不过当，不过当啊！这是从今天起，我再也不能照顾先生的起居了。王先生，多多保重啊！今日一别，不知何时才能相见。我身居囚室，也没有什么东西送你。哦，就在这把纸船上写上几个字，卷作留念吧。当到日本帝国之义，当到日本帝国之义，中国共产党万岁！又杀人了！都是我那时边背负的新四军，一个个年纪轻轻的，就在这上老街中营送命了。托付明日，滥杀无辜，天理不容。先生记录，先生记录。我去先生带了一张报纸，先生请看。千古奇冤，江南一夜，同是草国，相继和解，周恩来。是先君列头自卑，万里长空，扎惊雷。换不过生灵涂炭，家园退，办不了同色草国，把不到位。同中华好儿女，京城冤鬼，看中国的卖沙场，写成了结会。举起了杯中酒，朝天一跪。洒灭泪，皆因领千古永垂，千古永垂。令人痛敬啊！风草某某。多谢先生莫帮，在下要带回去世代相传。红草，为道生对我们家乡的父老乡亲哦。
同朝就此，拜别了。国破山河在，正春草木生。观世花千里，横撇鸟惊心。遥望无从情，后日少乌云。多谢了宗师牛切成银，帮助军为不为民多发奋，我马英初不过是小者一名。人人公们听见了追求民主，今月之身。心匆匆为正事，再冒喜寻做一个珍贵水灵，请你万分人民。谢谢将来，东壁虎，滕英超先生，我马英初愧不关当啊！原先我主张改造这个政府，现在我主张推翻这个政府。朋友们、室友们，中华民族只要跟着共产党走，一定能走向光明，走向胜利。小青，说好了下半夜在为民务见面，怎么一大早你找到校长办公室来了？我不是来谈我两个人的事实，我是来找校长。找校长？哎呀，校长这天刚从外地考察回来，你看这么多文件等他一出。再说他每天上班之前都要洗过冷热水澡，现在正在冲凉。你有什么要紧的事？也没有什么要紧的事，我不是新生北大药包的副主编吗？校长投了一篇稿，我就他退回来了。什么？校长的稿子你管退？不是，他的稿子不符合要求。什么要求？校长是国内为市民的大学者，你是一校之长。你个小编辑，管退校长的稿也太狂妄了。姚静，你听我说。金秘书是哪个来了？啊，是要办送文件来了。哦，
金人冲过冷水澡，神清气爽一老全消。几场赢了，防不了我与邻居迎接同步同登高。转天上帝，我把心中火来用好共菜当，永远是我的本金之交。不惜不衰老，还要把艰苦重担来分交。到过大月子，责任必晓，和民警先过策，更不知老。小金，经理说，校长，我那篇省会文理与科学研究的文章整理好了吗？整理好了。哦。请校长审阅。哎，我这篇东西啊，是外开5年。一朝分娩，这一位啊，可以漂漂亮亮地生出来了。3年前，我在全国人大小组会上提出省会问题，大多数人不理解。这一位啊，在最高国务会上，我再次提出。你知道毛主席听了后怎么说？怎么说？毛主席说：“马英九这个问题提得好，我们是同志嘛。”毛主席真是我的知音啊！所以你就接省北门取名四泽、四东、四人、四子。哦，这个你也知道？我还知道，这名字都是你在开国大典的天安门城楼上取好的。你呀，你这个小机灵鬼！你刚才说要办送来了文件，拿来我看。不是文件，是稿件。稿件？谁的稿件啊？是校长的稿件。我的稿件，拿来，拿来呀！冷洗冷热水澡8大好处，这不是我让你投进我们8大月报发表的吗？啊！人家就退回来了。退回来了？为什么？他们说不符合要求。乱弹琴！什么要求？他人呢？你去把他叫来。校长，学生在门口等着你。啊，
来推高的就是你。是，我是新生北大洋报的副主编老子明。有胆量，要长得高，你也敢推？除了当年国民党封杀我马英处的文稿，还从来没有被报社推回来过。你本事不小啊！啊，校长，他年轻不懂事，你别跟他一般见识。不，今天你要当面跟我说清推高的理由。校长别生气，听我说。校长要举谈约报，全校师生一起报。若是证明舞团好古今中华出不了报，可校长作文实习少，应该在健康报上发头条。要把要是高，简直总是不同调。名字风气是校长倡导，和他的优良传统记得牢。这是一段单美到请校长领军。把气象好啊！你这高推得有理，推得有据。我们北大就是要发扬你这样不能登阶不讲面子，只讲真理的作风。来，请坐，请坐。哎，坐。你刚才说你姓龙，我姓马，我们俩合起来叫龙马精神。小龙啊，今儿你对爷要对我这个老马有什么意见建议，尽管来找我提。听没说？不许当家啊！啊，前几天听了校长关于人口问题的演讲，我深受启发。哦，你有什么想法？校长提出要控制人口增长，实行计划生育太重要了。我来北大上学时，我老家前存在500来口人，短短几年就猛增到700多了。不错不错，我老家人员铺口，土改时人口不到1000，现在猛增到1300多人，人均土地由原先1亩8/3减到1亩。去年啊，我为成员老家带去了3斤糖果，这小娃娃一人一口都分不够呢。照这个增长率，我们全国6亿2000万人口，每年就要净增1300万人，就等于7个200年呀！将来国民的衣食住行，关于医疗交通都面临着巨大压力，所以必须控制人口增长，实行计划生育。怎么说？你支持我的主张？校长政治决策，利国利民，要争取上水赞成。好哇！哈哈哈！今天我又遇见了你这位年轻的知音，难得呀！校长，过奖了。不过校长，我对你前几天的演讲有个地方我有点意见。你哪有那么多意见？古人云闻故出戏嘛，何况我俩是知音呐。讲。校长说，一个国家人口一多就要向外扩张。当年德国、日本就是这样。我以为
这是混淆了两种国家的性质。我们财位主义国家主张和平发展，怎么跟资本主义国家相提并论呢？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？说得好，说得好，小龙啊，谢谢你出言指正，你真是我忘年之交啊！我说错话了，小金秘书，来这边，我要写份检讨。什么？校长，你要去检讨？知错必改，善莫大焉。我马英处当中说了错话，自然要检讨收回。你看你，校长，就一两句话，你就别太当真了。要当真，要当真。小金啊，我写份检讨，你把他贴到校内布告栏去啊。哎呀，校长，这也太小的大作了。检知真理，修正错误，是我马英处做人的准则。马校长，哟，江书记来了。江书记，小龙也在这里。哦，你们俩在校长室搞恰教会呀？哎，什么切教会啊？小龙、小金是一对鸳鸯，很快就要办喜事了。哎呀，我这个校长官僚主义，大大的官僚主义啊！到底是党委书记供着戏呀！小青啊，你们俩结婚的时候，可不要忘了请我去喝喜酒啊！不过我有话在先，你们啊，可得要带头实行计划生育啊！江书记，你们谈工作，我先走了。等等，小龙啊，我这篇关于人口问题的论文，你带回去审整款款，帮我仔细推敲一下，充分提出意见，使其更加完善。校长是此的爱，有时一定认真拜托。好苗子，好苗子啊！名师才高度嘛，校长。国内外的年轻幼子都争着报考我们北大，不少人是冲着马老你这位名师来的。那我们要更加倍努力，把北大办成国内领先、世界一流的学府。这真是中央的要求啊！我来是要报告一个好消息。什么好消息？明天上午，周恩来总理到北大来做报告。总理气度才华，无与伦比。他来做报告，是我们北大师生之福呀！这都是你马校长的面子。要不总理实力万几，哪能当我们又要来演讲？总理要来，我们得好好准备准备呀！对，准备。小金啊，先把我这份检讨贴出去。校长。明天总理要来，这校长检讨。总理要来就不贴，怕出我的丑事吗？什么检讨？前两天刚刚小龙来指出了我前两天演讲中的错话。我身为校长，理应为学生做出知错就改的表率。你是党委书记。共产党不就是主张随时检视真理，修正错误的嘛？江书记，你看，校长说得好，贴。
志明，我在老地方等你半天了，怎么在这里发呆？怎么不舒服吗？对会脑子心神不宁。我陪你上医院看看。不，医院不管用。你是不是精神压力太大了？小心！现在药院内外都在批药厂的新生看人，我是他的资助者，我是亲生不安呐。我知道你有压力，我也不轻松啊。可药厂的压力更大，我们应该挺起精神，继续支持药厂，一同面对才是。你还要我支持药厂？你心绪里快了？你觉得药厂的理论错了吗？没错，绝对是立国里面的主张。既然没错，你怕什么？要紧。奉君特别为师兄们，普天给的是批判声，看自比百姓人看人，一顶顶大帽子实在被下沉。我上反驳比啥公文，寡不体重，故障太明。说什么不管上公文，只要自己逃离阵。心胸坦荡做呀问，怕什么大帽子来养人。若要长风浪中听声残云，做一个堂堂正正的民间情人。上演已经定了心，新生看人是反当反社会主义的大头根，做这啥让我迷途茫寻，朋友们规劝我莫回是神，望眼迷茫夜空尽，死心操逼痛苦万分，夜望前途为你为我还与我们下悲沉，我这欲为谁把出神？检讨批判错觉灵魂，你是检讨批判了，怎么写的？谁蒙蔽负这几度立场本，从今儿与马英处把记忆来挖去。
我已经贴出去了。不，你快去把它记下来。记不得，我去帮你记。不行。犯法，不行。小姐，我是万不得已。我们还年轻，不能不顾前途未来，毁了自己的一生呐！你要是接下了他施暴，我们两个全完了，全完了，全完了。龙子良，你陪娘伤心里，几年来相识相知，两心相印，今日是等叫我心人死，可是你才去操军心刚正，恰原来身上啊非属的灵魂，见风刺头无实心，为求求见报私生，自我造孽不要紧，还不该反我为罪，上为是终为你羞辱，为你归恩，从今日一到两官不分前程，一到两官各分前程。小菊，我为了你的教诲，他是个没有骨气的人，我想你悲惨。我问你，他是不是真的以为误入歧途了？不是，他是杨长的心生可能，绝对是李国里面的百年大计。今日不知一来，便撬开自己的灵魂，滚装水。他是死，他冤上，他是你在其中的药生，不该伤害的呀。我个人微不足道，我平日没有上课，与学生接触不多，总想以自己的淫威影响学生，鼓励他们要有与困难作对阵的勇气，不能一受挫折就低头认输，要做一个坚强正直的人。如今看来，是我这个校长没当好，我有违众望啊！校长，你没有犯错，是旁人没有你这样他为的精神，为了你呀。这世上无为有三种，一种是无私无畏，二种是无知无畏，三种是无耻无畏。小静啊，刚才我失态了，你去告诉小龙，
对我个人的态度无所谓，但若是失去了良知，是灵魂的毁灭。对真理可越，一定要有敬畏之心。切记啊，切记！校长，我跟他分手了。分手？不过你不能这样做。年轻人一时懵懂，你要帮他走正道，将来一定是国家有用之才啊！校长，小静，我跟校长要商量事情，你先回去吧。马拉，最近身体还好吧？好啊，好啊，每天坚持洗冷的睡觉，有空照样爬山。看到现在这种形势，我真担心你睡不了。没有什么大不了的，无非时才批判，这真理是越辩越明嘛。马老，这位批判来对不小啊！把千丈他是宝，把遥远天边，报纸上批判文章来到眼前，一句句，一条条，上东上西，也是心切胸天，当来的理论权威亲自督专，煽风点火，满把一天，胜利是马尔萨斯中国反叛，要穷在庞大，把反动本子来击错。不是他研究过马尔萨斯吗？你知道马尔萨斯吗？马尔萨斯的圣科理论是要通过专政、屠杀、瘟疫来消灭神的生命，达到减少神科的目的。而我的理论是适应计划生育，控制神科增长，提高神科素质。这能相提并论吗？有本事的叫他来与我当面辩论。马老别激动，听我说，现在已不是有啥问题了。你看全国上下的形势，到此他要进防卫性超集结，首年要超英革命，这些都要靠神力资源。这个时候你彻底要下干神去，怎么会不挨批的？马老，你就听我劝一句，退一步海阔天空啊！蒋书记，言神之所言，那很容易；言神之欲言，就不太容易；言神之不观言，那就更难。蒋书记，你的好意我领了，可一个人的主张是不可随便改变的。何况我有充分的把握，认定我的主张是正确的。我马英九一生不是违心话，不做违心事，就是把我放在油锅里炸3遍捞出来的，凡是我原来的马英九。
江书记啊，能谅解吗？马老，校长，刚才总理办公室来电话，请你明天到东南海西花厅，总理要亲自会见。我的事惊动总理了。好，我正要面见总理，出人利弊，一吐收场。回来啦！面粉、自我做了，全都买回来了。好，我们现在去动手，做一把在一起的成员小笼包。啊！妈，你是把这件见了总理，总理会支持他吗？这总理对我家恩情。与你把相识相知几十年，你爸爸的片成他的人民家，再不怕在位上做老百姓，他为了外面呀，一家人把云见人，喜开呀迎。我快动手走起来，让爸爸回来上上去。见到了啊，总理好吗？总理睡了。这么大的国家，有多少事要总理操劳，能不睡吗？啊，你们谈得怎么样？爸，总理支持你吗？哦，你们买了面粉，关于子女啊。是呀，马生总理最了解你，你们见面一单一定会云消雾散。我们全家该高高兴兴地吃一顿生源小笼包。你们下去忙吧，赏我一个人歇一歇。因初跟总理谈得不愉快，你们欲把校内外的情况告诉他。那总理说了些什么呢？他关心我的健康，要我保重身体。总理他在为我承受着压力，又想帮我解脱困境，用心良苦啊！总理的意思是让你认个错，写本检讨，好把事情化解了。他始终没有说，可我心知肚明。那你呢？我也什么没有说。我们相对无言，算儿就默默告辞了。英初，我知道你是不肯轻易改变主张的人，这对你很痛苦。可于公于私，总理的一片苦心，你不能辜负啊！
我胸中之路明灯。你是命运早就尽，他四处奔走，营救我回家门。花色包早等做门不了，从那死神为你受情，他情人何日恋，已是千金。不了，你避难他乡，生死心惊。他精心交配，令我惊惊。不了，一次次他为一重生，本忙中到我他千里死生，一张张一件件，许说不尽，许说不尽。他是一生中最难得的知音，到今朝又为我苦心费尽，怎能不为他赔一生情？不为别的，为了忠义，为周公，这一次检讨你也要写。为了忠义，为了周公，这一次检讨我要写。要写，哪怕就写几句话。我写。我的检讨，我检讨什么？是我的观点错了。我1000遍论证过，深刻非孔子不可。是我的动机错了。问心是问。我是出于爱国爱党的一片赤诚啊！是我提出的时机错了。现在肾亏飞速增长，肾亏的基数将越来越大。现在提出已经迟了。那我错在哪里？我检讨什么？为了忠义，为了周公，这次检讨我要写，要写。你别再发抖，谁在发错？这一次检讨就必先生死们难！违心背离，也能不难？心生可能，在你心里竟那么重！关系国计民生，也能不从？计算这么难，这么重，
那么多药材，我药可以不过，邻居不能放下这些人当你的要长救你的书吗？可以，可我做不到。我要是放下了，对不起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，对不起肝胆相照的共产党，对不起我自己的良心啊！爸，你实在写不下去，就让我来代你写吧。你给我写。你说我来写。好，我说你写。我的检讨书，我马营处建设前略，夜夜张目，不见泰山。我提出的新生可能是错误的。不，只一个错字，你说出来不就完了吗？一个错字。丧失良知虚伪的神，情在听不到真理的声音。休怪吧，生死里孤着生心，休怪吧，不体谅你们母女情。我一生追求真理，宁鸣而死，到老来怎可以缄默而生？就仗子做真人，难以本心。若世上没良知，是会灭灵魂。
祖辈先言，天堂的声音。只听到钟怀声震，错的声音。京东吴并不是说把同情人，才是公修自己神色公明。我问你常识心热，最近肉里不如我各位是烈火纹身。问你生息也门为何此次结生？难道是马英聪不是孤身，不是孤身啊！这神灵跟共产党这对问题，岂能作为形式自欺欺人？为国家为民族万勇长征，我必须坚持真理，坚持真理，哪怕分过水深啊，分过水深。写好了，我念给你听。水深风骨，不必怕，只留情吧，在人间。英初，你太上重礼，失望了。无爱无忧，我更爱真理。为一次耿耿担心，为报。爸，国内各大报纸已发表了上篇批驳你的文章。英初，好好，来而不往非礼也。我要写文声明为敬，你把它记下了。我虽年近80，明知寡不铁中，理当单身匹马出来应转，这只专事为之，就不想转以利一步，而不以利什么的那种批判之门投降。马先生，是马先生吗？你是？我是冯超啊。冯超？冯超？冯超马先生，是你呀！转眼20年了，想你呀！是啊，我也想你呀，想镇远老家的乡亲们啊！怎么到这里来了？哦，我是送儿子来上北大的。哦，听说先生你只去了北大校长，还有人批判先生是反党反社会主义。我说，把我的人砍下来，我也不信。
来见你，就是想说这句话。这些年，每当想起先生的时候，我就会拿出这把子孙来看看。你看，滚滚长江东逝水。先生，千万要保重啊！不当要账，救卫生员，我们惦记你，欢迎你呀！谢谢神冤家下父老乡亲。凤超，我是要为神冤老家去，到几人再去做调查，把神明的心声反映上去。将来死了，就把我的骨灰葬在家乡的土地上。哦，扯远了，凤超啊，回去告诉乡亲们，我还是当年的马英说，你也要多保重啊。有先生这句话，我们就放心了。我回去一定转告乡亲们。要唱。小静啊，不是说过不让你来送吗？怎么晚来呀？校长，我替你织了一条围巾，为你寒风孝送，你戴上，也好挡风御寒嘛。小静啊，这些年你跟着我受累了，万一小龙的事，千万不要记在心上。生生在世，宽大为怀。我祝你们幸福。我一定记住校长的话。马老，马老，江书记，我是带水之身，你怎么好的送迎呢？马老，你我十年并肩一手，风雨同舟，要分手了，我能不来吗？江书记，10年树木，8年树神，还是那句话，把北大办成国内领先、世界一流的高等乐府，把学生培养成德才兼备的栋梁之才。马老，我已得到消息，很快也要调离了。是我连累你了，是我没照顾好马老啊！国事保重，国事保重，二位有期。告辞啦，告辞，告辞啦。一枪。
把万贼写浓缩，写一天到晚不停地写。因为病到处造反，他这老病之身也不好好养心，还要拼命地写书，这绝命是啊，一辈子也改不了啊！我去，得让他续写不可。两位啊，今天我写得特别顺畅，一口气写完了。人口增长和农业政策，关于水土保持，这做的积累和数学，这3个章节，照这个进度啊，我这部大块的农书才有2、3个月就可以完稿了。爸，这部书都写了3年了，你是快90的人了，甚至于病，再这样没什么也得写，是何受得了？正因为来日无多，我啊要与世界三跑，赶紧写好书，先送给总理，再送。爸，据现在这形势，最总理也无力帮你出版这农书了。不能出版，就长出名山，吕队来采吧。但我坚信，我这部书是对国家有价值的。爸，刚才总理又派人接你送药来了。总理晚生，要你好好养息，保重身体，比什么都重要。总理是怎么说的？是啊，总理的话你也不听。听，谁说不听了？那就夸不呀，好好续写一位。好过。爸，续写一下嘛。好过。小豆娘，我的心肝宝贝呀，阿玲是我的手心肉，小豆娘是我的手背肉，手心手背都是肉。老头子说不得呢，2块肉。刚才武东对面几户领导的自杀都被红卫兵抄家，有的抄成了死局，还被当上拉去批对了。快来我们家也在劫难逃啊！与其让他们抄，不是我们自己烧，我们赶紧清理一下，把该烧的东西全烧掉，千万不能让你爸去找贼呀！要不要跟爸说一声？他刚睡着，就别惊扰他。这是外面的隐私，也是不能看，也跟他说不明白，这事就这么办了。好，两位，我们快点睡吧。妈，眼睛就剩下这一笼八仙的。农书高增，这肯定是包
不知的呀！我想把它藏起来，哪里藏？哪里藏不知？这农书可是把这么多年的心血呀！要紧还是农书要紧，再等个距离不及了，别走了！为了你爸的病哦，杀！家无言语，且曰分外忙。14算7岁，夜梦白发娘。两位啊，爸，刚才我做了个梦。梦中我回到了陈园老家祭拜老娘，还把我写好的农书送到了他的墓前。来，快扶我起来，赶紧写书。你们这是在做什么啊？破四舅，你的诗稿绝对保不住，我们把他杀了。啊！爸，杀了我的书包！你们快把我也一起杀了！不好意思，你们知道吗？啊，我们是农业大国，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。农业好不好，是为动摇国家根本的。少了书，我拿什么衔接国家？我不知还有什么用啊？听错，夫君。
就你爱度万年，面把何脏？为此生不能让你遭了。原来是在千手从路家。把飞的浮标，儿女们越为无眼光空。早把用着剑袍，这辈子与共财党官带相照。金正业先过策，屡把心掏。老贫居在屋里呀，本走富豪，为将这有过自信寄养好，狮子笑来着无多于世间赛跑，真神心数年心血已聚少，看起来我再难从些书高，有几句高阶话，你们要记牢。就政治做真人，推登重要，总违背一件事，听个今朝要坚信，口曰真理，永我这不了，了中华可信可惜，不可做到。到那日我终是纠结也还笑。
长风魂归故土，西关河山，青河家国，做同胞，做同胞。这总理关心你的身体，专门派我来看护你。总理还报请毛主席批准，对马老和其他爱国知名人士予以保护，不允许外人来骚扰你们。谢谢，演出，谢谢，我的参谋啊，参谋。把我的心献给祖先，献给总理，献给我们的国家。不了，不去当教圣家了啊！20年了，终于回到你这温气蒙少的地方，你一下子都年轻了20岁了。我坚信这一天终究会到来的哦。史先生，马校长，龙之明，你还在北大呀？啊，我的要神教20年了呀。哦，20年了，你看两鬓都算上了。校长，20年来，我一直悔恨不已，常常噩梦缠绕。多少回去到先生家门口想登门谢罪，可一切都过去了啊！神非圣言，只能无过。可知错能改，算莫大意。神啊，要有这样的胸怀，你看，共产党就有这样宽阔的胸怀，这样大的气魄，实事求是地为曾经批错了的人平反，公开地改正自己的错误。这说明啊，这个党是大有希望的，我们这个国家民族是大有希望的。同样，你龙之明啊，也是大有希望的哦。小金呢？他们还好吗？啊，他现在是要派主任，正在上楼迎接新生。迎接新生，我也要去迎接新生，我们一道去迎接新生。马喽！马喽啊！好啊！哈哈。